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下晝嘅福氣類呢個節目。今日繞場度係來自新竹向山嘅兩屆醬蛇梅啊，昨天講係兩屆醬嘅客家蛇梅，同埋樣上屆咧，因為記得咪係轉去新竹嘅向山做，東道場係下期演出，咁樣嘅人講透露，咁個咧幾多嘅故事，然後其實冇埋強弱嗬，所以大家咧分享記得一開始咧繞場嘅係。報紙年嘅設計工作室嘅主理人雨珊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雨珊，很高興來到這邊。耶，歡迎雨珊。聽你嘅繞場嘅係幾個設計總監係馬莎咧乃文。大家好，我係苗栗銅鑼長大的施乃文。分享。你們兩個真的很可愛，看起來很年輕，而且長得有一點點像，上得有一些球。你們是學姐跟學妹的關係，應該算感情很好吼。還行，從大學就玩在一起。所以等於是大學畢業以後，這個染粉還是窮下沒有分開，冇分開，沒有分開哦，很開心歡迎這個你們來到這邊。先來講一下哈，這個是你係客家人，什麼客家人？不過有一些很特別。對，我的奶奶她是雲林崙背的，講燒安腔的客家人。那她結婚之後來到新竹，所以我算是土生土長的新竹人。哦，所以奶奶會講燒安腔的客家話，啊，你讀新竹台，所以你談的是會流。對。哦，很棒耶！可是就是家裡有在講客家話嗎？比較少，通常是讀書的時候，可能同學會說，同學會講哦。你知道為什麼我特別這樣問嗎？因為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覺哈，從鏡頭上，我只要或許講客家話的時候，他們的神情就會開始緊張。我們不用放鬆，不用放鬆哦。聽意思，你係沒有離開客家人，從嗎？我外婆那邊。我外婆那邊，媽媽是客家人。哦，我很好奇耶，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讀馬改西街開始會覺得啊，我是客家女孩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客家認同？我覺得你可以先。因為我小時候就是跟着外婆長大的，就是我一直到讀國小，然後我才到台中，所以在那之前我都一直生活在客家村落裡面，所以就覺得我就是客家人，就會客家人啊，哦，那你比較不一樣。我覺得我其實是有了包子園這個品牌之後，因為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很多事情其實比較像是在找我自己到底是誰的過程。那在這個過程裡面，我知道奶奶講燒安腔，然後知道我生活的聚落有很多人正在使用客家這個語言，然後我才嘗試着去參與，才漸漸的有客家這個認同。真的，你看兩個都是很年輕的，我們說現在還是少女啦，哈，還是少女，然後一學姐學妹，可是你看安永改離昌係冇強嘅，我覺得很有意思。如果先嚟講一下，基本繞場度記得呢度兩片係，因為記得度新竹用山兩家地方，就叫工作學設計工作學院的報紙年。非常盛氣，好，我們等一下好好來聊一下。不過先講一下，你們手上這兩個是抱着它的目的是因為安全感嗎？對，這個是什麼呢？這個是就是我們每一年都會有工作室的特別企劃，然後特別企劃其實會找當年度的實習生一起來參與。那這一年呢，其實我們就是想要為香山這個地方做一個品牌的識別，然後裡面就包括了這個叫做香香子的吉祥物，它其實是一個對香香子，然後它呢其實是一個山這個字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？對，然後就實習生會提案，然後我們會參與。那個兩個點是眼睛嘛，哈，木竹，冇錯，木竹，它的背後還有香山，對，是這樣的一個東西，那就會做很多周邊的。啊，所以這是昨天講係你的工作室向山嘅吉祥物，怎樣講？好，講到兩邊向親朋友是一起都講，為什麼會有吉祥物？為什麼又跟香山有關呢？為什麼？好，講一下，你都新竹向山成立了一個包子園設計工作室，對不對？對。那現在好好來講一下，這個你們成立的這個理念跟這個工作室，聊在工作室等於走埋事情，而且跟你們的所學的背景有關，跟你的背景有關，對不對？我覺得可以簡單說一下，就是我跟乃文其實都是學景觀設計的。那過去我們都有在傳統的設計顧問業工作過。那其實是我們25歲，我們其實是同年的，雖然我們學姐學妹，對，就我們大概25歲那一年就覺得，我們是滿懷理想
投入到职场上的，可是好像有一点点跟想象不一样。那有没有可能在自己还有余力的时候，就是来做一些符合我们自己理想的事情？所以才创了包子园这个品牌。那创业初期就所有的资源都是很珍贵的，所以我就想到我的老家其实有一栋旧房子，它其实是可以整理过后就当做一个据点，然后开始我们想要做的工作，这样，所以我就回到了香山。那乃文就很顺理成章的被我带来了，没错，就变成香山的关系人口啊，好棒哦！所以家里的老家还是愿意让你使用宠猫。对他们还谢谢爸爸妈妈，无条件谢谢杨爸爸跟杨妈妈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回去之后，播出来世界记得和爸爸妈妈来看，对，因为里面有谢谢什么爸爸妈妈让萝卜涌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那我们讲一下，这个工作室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，而且为什么叫做包子园？内容也嘛改，为什么叫做包子园？好特别，动体片。我先讲一下我们主要做什么好了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是设计相关领域，然后乃文自己很擅长摄影，那我自己很擅长去做田野调查，跟用文字啊或是图面去表达一个故事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经营项目就是包括服务体验的设计，把地方的元素变成可以可能是一日游的游程啊，或是工作坊的内容啊，甚至是系列的产品，然后也会透过影像、文字做刊物的采访记录这样子。那我们为什么叫包子园呢？就换我来回答。这两个人可以叫谁吗？动的影响，因为其实俺们是我们的问题，他们就直接讲说，来原因对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让我来回答。包子园呢，就是我们会取这个名字，就是前面2个字“包子”，它是植物界里面脱离亲本以后可以独立生存的最小个体，就是包子本身。然后有点感人，对，它就很像是我们那时候创业25岁还很年轻的状态，力量还很渺小的我们那个状态。那“园”这个字，它是一个动词，就是在说植物在生长啊，欣欣向荣这样。然后，所以这个包子园其实组合在一起，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品牌的期望，就是说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把这些理念，虽然一开始只是很小，那可以长成一片草原，可以传播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哇，今天2个人坐在这边很正能量，而且那个笑容可掬，有没有就觉得很开心？不过问一下，其实读安永改从亚改狗窗，当然我们写企划，当然有可能也得到一点点的补助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资金它可以动宠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每天就是喝水就可以生活，是不是？黑猫，不过共同聊天一开始走改世界抖聊哈，其实你们一开始也是很艰辛的过来的，也不是一下子就好像现场可以看到动豆改什么。你知道这些物件或者是刊物啊，宠物狗一开始先做的事情跟现在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初期的，因为我们是2020年成立，然后刚开始起步的时候，其实也还在找方向。那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就是我们有看到一支客委会的地方青年宜居的奖励计划，然后我们就去投看。那刚好用就是在地素材，然后加入设计的方法，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产出是我们擅长也喜欢的，然后就那年蛮幸运有争取到。客委会的计划，对，那客委会的计划本身，它就是支持我们把办公室整理好，有一个很舒服的办公空间，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做田野调查工作，最后用刊物的形式，然后把我们从零开始累积对地方的认识分享给大家。好哦，共同聊哈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理念跟概念，我们等一下会有好具体的行动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是不是有先去净滩啊？还做了什么彩绘浮球这样的东西？是吗？黑猫？有吗？就是会写时间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虽然我是香山人，然后乃文被我拉来，可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人脉，所以就是只要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发说有什么活动，我们就会跑去，一股热情就去了。对，就先一部分是自我介绍，然后另一部分也是想要看看别人都做什么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去一个叫做香山少年他们办的净滩活动，就在香山的沿岸，然后就想说哇，原来有这么酷的人，然后去把海废捡回来，然后还可以做艺术的创作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有点偷偷跟他们学啦，就是跟他们认识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办，然后后续也当做我们的一个素材，然后转成我们自己的方式，然后让不同的人有更多人可以来体验的感觉。那应该算是你们工作室创立初期的时候做的事情，从吗？
算是比较初期的时候，开始慢慢的，算是蛮前面，慢慢的就是有点接在这个客委会的基础之上，然后因为透过刊物我们认识了好多人，然后有了好多人的力量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办更多疫情后啦，就可以办更多实体的，无论是工作坊也好啊，或者是小旅行，对，然后就会把我们认识的人都利用进来，拉进来一起玩，好像组在一起是我们喜欢也擅长，很可爱。动等一下哦，其实简单讲，应该是了解这样什么呀？就是又年轻又理想又梦想的，因为无带到向善嘛，对，爸爸妈妈也不多改变，所以伊就是转移向善，想说刚才走向善快时，不大家都了解向善。说真的，大家对香山没有这么了解，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思想一定特白之间为少改苗栗，够诗坛，可很少人对诗坛又了解，对，大家只知道去苗栗就是要采草莓，就大湖采草莓，对，没有别的了。对，那事实上诗坛是一个很美好的小镇，所以基督强荣系安用个台图转移向善，然后向善是从很难为叫诗坛少个木台家地，还有嘛个精彩个故事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常常来讲，是吧？东方戏咧绕墙道类似新竹向善嘅两届客家讲什么？以上拢哪一本记得系马莎咧报纸年设嘅工作室嘅，我们这创办人啦，可以这么说啦，对不对？你负责设嘅，那就是企划对主理人谁啊？用我上台节目讲到，记得到底做向善做了嘛个事情呢？因为有趟节目好具体，然后大家都分享一下，先来讲一下哦，这就是你们出的刊物，没错。对呀，现在谁还在看纸本书？但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都看纸本书。现在谁在看刊物？但我们还是要出刊物。对，所以你要不要好好来讲一下？而且这中间还有没有？这你知道人家那个进去门旁边都有那个春联，还有那个你知道横幅对，然后这边也是有对不对？比如说年轻人就用上应该修，做古种应该讲。用年轻人的手做古早人的工，对，这个你们很坚持。来，你们好好讲一下这个刊物，而且这是你们等于是用你们的第一视角去做这个刊物，内容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其实这个刊物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对于香山不了解，尤其是我，因为我是从就是别的地方来的，然后它比较像是我们那段时间的作业，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去在香山认识到的人事物，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，用影像啊，用文字整理，然后或是把它画成地图的方式，然后记录在这本刊物里面，然后这就想跟大家说，我们眼里看到的香山有很多好玩的事情，有很多大家可以来体验的事情，然后欢迎大家来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刊物名称其实叫做手工包子，就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很喜欢收集一些可能古董啊，或者是小古物手工艺，然后只要看到就是那种老师傅做的可能编织啊、染布啊等等，都会觉得特别感动。所以在做这个刊物的时候，我们想要用一样的心情，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的去累积，然后这个实体的刊物，它要阅读的人，他必须要慢下步调来，不会像滑短影片那样很快过去。那可以从我们的地图上面获得很多的观光旅游资讯，那也可以从我们的人物专访里面看到很多很真挚的故事，然后并且当初每一刊都会再附赠一个可以手工体验的小材料包，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可以自己在家做一个小小的染缸，染一块小小的布，或者是用流动画，然后简单的做一个自己的作品，然后甚至我们也有用过壳壳，对，编织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世俗的尘嚣都关掉，然后安静下来，认识这个地方，然后做一件跟自己有关的事。所以昨天讲无聚会，你都出了一本书。昨天讲，系讲读了一本书是做在了解向善，动到大家某想到嘅事情。做得简化成这样啊，可以吗？因为两本书感内容是你都要自己亲自去走填条，就是走挑叉，你们自己亲自去做填调，然后得到的公式，不管地图可能有美食，有后续改东西，可能美食就会跟小农有关，香山的独有，那好高好聊，好像是一个很文青或是动用文法，然后香山又灌溉我们说旅游书啦，或者是资讯的书，然后一般你提到叫提供有些会有那种所谓的
你讲嘛个旅游界中心有没有？迄个旅游中心就会拿到很多的资料，对，所以这算应该要摆在那个旅游中心的资料，可以这么说。走对哈，而且又做得很复古，然后这中间也让大家重新拾起这个阅读的，没错。就是你知道，我们以前现在大家不太阅读文字了，就比如讲，你要饭斗两片是有一家向善改催心庙，这是在香山的庙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们等于是也借由这样的刊物，如果今天来看到是两本，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这个财神庙的介绍。对，所以讲某一个向善改一到两片，就说哦，原来香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没错，系某原来向山有安样改地方，大家是做的是悠悠聊聊，大家系悠悠聊聊，做的对改变文化、历史有一些感认识。那你们来分享一下，你们自己出了这么多刊，你们觉得印象最深的题？我先分享好了。我最喜欢的应该是8号刊，也不是说最喜欢，应该是这是几号？那本是4号刊。然后我最有印象应该是8号。哦，这个就是8号，了解8号刊。为什么你最喜欢它？因为这一刊我们介绍非常多香山的小农，那有一些小农他是我们过去蹲点的时候认识的，那蛮多的是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他也很有趣，他在做这件事情，你们去找他。那我们就会想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认识，知道为什么你要留下来，你为什么要继承爸爸的这片农园果园这样，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他们故事，我们就把这些故事记录在刊物里面。然后因为我们很常去拜访他们嘛，然后甚至我们会说，你要套袋，那我们也要来，我们要认领这棵树，我们要加入你们，对，所以感情就后来就越来越好。英语套袋吗？会有亲自套哦，有，我们有去。现在这么细皮嫩肉的也会吗？你们看起来细皮嫩肉也可以。他们可能比较熟啦，我在旁边拍照，就是对，我在旁边拍你套袋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过着1年4季都有水果吃的生活，好棒！对啊，蛮快乐的。好，跟你有嘛感情小好。我自己其实也是，就是像旁边那个是荔枝，我觉得是所有人听到香山之后，应该要可以马上连接到一个词，就是荔枝。因为我也是返乡才知道，荔枝呢是香山的荔枝是全台湾最晚的产季的荔枝，所以人家都说香山没荔枝，全台湾就会完全没有荔枝吃。那我们那里的荔枝有大概50-60年以上的老长，很多就是很老的树也有，然后有比较新的品种，包括这几年比较特别的，像桂味荔枝啊，然后鹅蛋荔枝，真的跟鹅蛋一样大颗的荔枝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么对，就是它是就比较新的品种。这要去哪里买？就跟我们买鹅蛋，对，玩荔枝。对，像前几个礼拜吧，那个客会副主委还有特地来跟我问一下，那个籽很大吗？籽也蛮大的，可是肉也蛮厚的，很多。它很就是它会喷水。吃一个就饱了吧？吃一个可能就会上火，糖分摄取过。对，那也是透过刊物的关系，我们就会去很多的农家，然后知道不同人他经营的策略是什么，然后为什么香山的荔枝可以种得这么好等等的，就很喜欢这些跟农家相处的过程。所以乡亲朋友吼，访问记得到底大家有好了解的嘛？记得做改变在工作区，所以记得要出刊物，然后动体感应按用来连接，不论是小农吼，你们一去到现在就这么受欢迎吗？还是当地的居民一看写诗就会觉得，你们是谁？你都很马莎，那都两片都在种买个东西。一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发，然后我们就写信，就是自我介绍说我是谁，然后我很擅长做设计，然后如果你有包装或是你想要办活动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，然后就寄给所有我们可能查得到的什么农家、里长啊，然后那个社区发展协会啊，就全部都寄，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很好奇，我们就跟我们约来办公室聊天，然后就慢慢促成一些合作，这样。搞到现在我们都不愁吃穿，对，就是水果就会时间到了，就可以来吃荔枝喽，可以来吃葡萄柚喽。或是我们都会很阿爸，我们就直接跟他说要留一棵给我们，留一棵树给我们。对，有一棵树是我的，我要自己去采。那我来问一下，除了水果做的是还有其他吗？虾子，我们光是水果不够啊，还有其他吗？我前天去捕虾。白虾，就我们也有渔港，所以渔港会收一些海鲜，然后我们也会去参加，所以有肉。这除了虾之外，还有别的海鲜吗？有鱼，各种鱼，乌鱼子，
哇，所以你对莲哈肚用膳真的是吃很开哈。就是先一开始比较就勇敢一点跟大家自我介绍，然后就会慢慢的大家越来越知道我们可以为社区带来什么，然后社区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，就可以合作到现在。好，我们讲记得共同很轻松，我们记得会付出非常来多吼，在于基本嘅安养界，世界辛苦，我们还要当冲界路诶，吼，当冲界路诶行哦，我们讲同我哋边，记得有只概念，记得有只概念非常嘅神奇吼，用日本嘅是 BAB 嘅 B， 记得讲 B 加。你有分享一下什么叫 B 加的概念吗？两个 B 加的概念。我们有了就是刊物的调查结果之后，就我们相信自己应该对香山有一定的认识了。那开始要进入工作室比较下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核心理念。没错。那这个 B 加它就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啊。解释一下为什么好了，就 B 其实是 B 级文化的意思。那有 B 级就有 A 级嘛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B 级美食？它是一个日本的流行词，然后它指的其实是日常生活里面，可能很家常的菜，像是什么卤肉饭啊、水饺啊、米糕啊，这样就是 B 级，对，这些就是 B 级美食。那其实我们认为，其实不只有吃的东西有这样的文化内容，很多东西都有，包括我们的信仰啊，然后我们海边的生态啊，居民捕鱼捕虾的生活啊，所以我们把 B 级美食升华成 B 级的文化，就是我们生活中随手可得的这些东西。那加是价值的意思。就我们擅长做设计，设计其实就是找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然后让某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无聊的东西有机会被加值的一个过程。所以香山 B 加行动就是我们在客委会毕业之后，好像要展开新的工作阶段的一个核心。那每一个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都是掌握住这个核心，所以我们一定会用生活里面就会看到的材料。或是大家一定都经历过，比方说办桌啊，你多少没吃过也一定听过，然后或者是可能捕鱼卖鱼啊，你一定也看过很多台湾的纪录片的画面，那我们就用这些事情来当做我们转译的体验内容。哇，很棒，意思这个，我也该种就是那个很难，那个是 A 级，我们好像比较感觉比较遥远，在橱窗里。对，好，你俩讲也是，台大圣白地图是做在讲出来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你做在包装，你做在价值，你做在转移，从么好不你看到某种的东西，你个都会读，你圣白地图小小点滴滴，不管吃啊嘿，你圣白地图买东西卖东西俩的，所以该你讲记得讲的是概念吼，到底记得按样个 B 加个概念，实体个计划系嘛个，你聊下，等下怎来讲。因为老大家咧小解读信做向善嘅报纸研设嘅工作室，到底读向善做嘛嘅？所以就大家一定记得出刊物，就是出书，然后地图有小解当地嘅美食、美食、小农哦，哈，所以记得咧下贵年哦都有水果好食，果子好食，你他们带讲果子还有海鲜可以吃。而你讲到 B 加，你讲系你都有个概念，来具体讲一下。办桌是不是？有一年我们 B 加的行动就是做办桌，对，在香山天后宫的庙城广场做了一个办桌。为什么？永英宫的系你都所谓的 B 加嘅概念？就一开始只是我们想说，我们身边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不太认识办桌这件事，对，甚至还有人完全没吃过。然后就想说，这不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嘛？然后，那我们自己来办一场，让这些没吃过的人来体验看看。那一开始想说，那我们要办自己的，就不能只是找一个厨师来煮菜而已。那我们希望每一道菜也都有香山的故事，或是香山的食材。
哦，然后当初因为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收实习生，然后实习生就会一加入我们的那个田野调查小队，我们就会有什么什么食材，然后可以做什么什么料理，然后找主厨讨论，然后最后是在天后宫前面叫那种传统的那个舞台花车，像变形金刚一样会打开的那种。对，然后我们也设计很多游戏，就是大家一边吃，每一道菜都有个新竹故事，然后一边吃一边吃，台上还有一样可能跟新竹有关的小问答，或是活动游戏可以参加，对，有一点，然后就还昨天玩游戏啊，没错，哦，然后因为我们大概从傍晚开始，然后就渐渐有夕阳可以看，所以就是场地很美，然后菜又很好吃，很有寓意，然后舞台上还这样漂漂亮亮。那你都有记得资料嘛？个菜吗？有记得嘛？个菜吗？有记得什么菜吗？因为刚刚讲说很多菜里面都到用上又灌黑，好。他要用水润饼，然后做的那一道，现在有点忘记。他把水润饼，就是水润饼是新竹的一个特色甜点。那道菜就是怎么我也好想吃水润饼哦，跟豆小咸啊。就是先把米粉整个炸过，然后就会酥酥脆脆的，然后铺在那个烤过的水润饼上面，然后水润饼有点肉桂香，然后再加就是酱汁，整个就会香气提升，然后从来都不会想到说米粉还可以用炸的，然后吃那种脆脆的口感。所以讲的是呢，有点。我自己蛮喜欢，就是有一道菜我们用那个海边的各种东西，像马齿苋呐，我们还去海边捡，然后剪完跟西瓜。马齿苋是一种改呛菜，然后你刚那个脸好可爱，它是一种野菜，然后它吃起来的口感呢，马齿苋的口感跟我们吃那种皇宫菜一样，有点滑滑的，对，然后吃起来口感很好，然后有野菜的味道，汤到从而改些，该种的呛菜非常改心肉。非常的营养，对，那是一个很棒的野菜。对，然后因为我那边有渔港，然后厨师就想到说用西瓜，然后鱼把它烤过，很香嘛，有那个有点腥腥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马齿，对，串在一起，所以变成一口这样子，又有水分又有海鲜的香气，然后马齿苋那个滑滑的口感，对，马齿苋我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，没有，对，只有特殊。好像我吃过马齿苋，别人跟我讲的，我没有半个知道。哇，很棒！所以梁史恒一都塞给特殊的这个料理，我们觉得是改变了一个料理，但是你们让冻豆感应体验过的再一次来体验，咋够100多体验，一集所谓的我们的 B 加的这种文化这种概念，提你摸西狗感应，那你们就赶快来感受一下，对不对？不然多无聊，人生没有吃过饭粥怎么可以？对啊，黑不黑？总的啊，人生提出西狗盘粥啊。就是安永年，而且嘴目一定要有甜点，你们有甜点吧？有，我们那年出什么甜点？好，没关系，忘记你在什么？我觉得一定跟水果有关啦，因为中山豆狗子，哈，你讲你两个想什么？盘粥盘买，已经有啦哈。好，你系盘粥嘅部分，天意还有你都有植物染。是不？对，我们去年开始有一个艺术共创嘛，就是对，然后艺术共创里面有件作品，我们觉得蛮酷的，叫做提盼采青。然后我们会选择那个社区它的那个社区叫钟爱社区，然后我们会选择跟他合作，是我们之前有带过客家小旅行，我们就知道说它是新竹那一带是非常重要的客家特色的区域，几乎就是我们香山的客庄代表，没错，中爱南爱那边。然后因为他们社区也会做手工艺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，那我们找你们一起来做共创。那一开始跟他们提这个概念、提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社区长辈都说我不行啊，我不会做。但我们后来就想说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想想，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好了。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聊天，发现他们对于他们生活附近的盐港溪周边是非常了解。他们那边对那边植物就是如数家珍，都可以跟我们讲说，这个植物我之前会拿来干嘛？我小时候怎么玩？这个有毒，对，那个可以玩。然后我们想，那我们来做一个植物遗览。然后他们总干事就说，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很大的，所以就从3楼垂挂了一个很大的布下来。对，然后这件作品它是一个从社区的顶楼垂下来3层楼的作品。然后我们会这么勇敢的提出这个染东西的计划，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香山这边有一个很酷的蓝染老师，对，他的工作室叫戴叶，然后他好像也有来过节目这边聊过他的东西。然后因为他其实自己平常是
个人创作，没错。然后我们也是想说，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像是把大家扣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社区有了这样子做一个大创作的梦想之后，我们就要去找人来实践，所以就把蓝蓝老师也串在一起，然后最后是大家一起用讨论的形式，然后办了一个我记得一整天，然后我们早清晨去采植物、剪植物啊，然后回来就铺着，然后。完全没有设计图，就放，很随意的摆放。那最后染出来之后，再由老师去加工做蓝色的渲染的部分，就还蛮有趣的。而且最后本来因为我们都没蓝图，对，可是把那个布这样垂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社区的阿姨叔叔他们就会说，你看那边有一只龙，那边有一个星星。但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没有做任何设计，但他们就会在我们带客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自己出现，然后跟那些游客说，你看那边有一只龙，对，那里有龙。我觉得唐一六公古时哈，我觉得很感动的提凤就嘿，其实大家这么的努力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你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其实你们凝聚了那边的人的力量。对，就是他为什么要你们在介绍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说你看那个是我，你看那个是我，这就是那个社区凝聚的力量。对，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拉近，你让你之间的关系拉近，而且台大，我觉得另外一个概念就是。我觉得除了凝聚力量之外，很好从劳改，你也是让那边的人找到他对那个地方的认同，是，而且给到共同聊天的时候会非常的骄傲，而且那个关系会改变，文化会改变，那个地方的气氛也会改变。好，我们这个等一下，我其实很有感觉，但我们可以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讲，就是那种给到我们带想走安用，你可以填充有可能都带回来走平，像这个也是你们自己的文创商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半桌那一年的周边，就我们半桌那一年的视觉玩那个很复古的、很奔放的，是，所以可以买吗？现在可以买袋子。这有个小故事可以说一下。这个小故事是我们那时候跟着那一年的实习生，然后我们就在想，那一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周边商品，然后他们就找了非常多，去看一下，他们也有看很多案例啦。然后后来是我们去那个台南后壁应该是说这样子，就是我们每一年的周边，其实都会希望可以让大家带着走。没错。那带着走的过程，一部分是对，一部分是他们日常当中当然可以永续的利用，然后再来是他看到这个东西会想到我们，想到我们才会一直在回来香山玩。然后那一年因为刚好带实习生去淑女村，就是台南后壁的淑女村。见学，然后才知道说，原来茄子蛋的故乡是那边。然后像这样的茄子蛋，其实在农家里面本来就有很深刻的应用性。没错。然后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就也可以用茄子蛋啊。人家出国的时候说那个台湾 LV。对，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很活泼的颜色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园字，然后就希望把那一年的礼物，甚至他们吃不完的菜，然后打包，对，就可以这样直接带走。然后结果因为大受好评，本来就是出了一个大的。然后我们先出大的，是哈，对，然后人家跟我们敲完，我们再做一个小的，太棒了，之前做反过来，对不起，小的反过来做大的因为大的可以装电脑跟 A4 的资料，然后社区的那个伙伴，因为他们也常要做行政，他说要装得下，我记反了，抱歉。节目共同了解，我们真的只剩2分钟了，我们赶快来讲一下，就是其实你们还有哈嘎共走风改内容，对，然后其实他们在这中间经历的东西，本来我们提到说有没有什么感触啊什么的，肯定是有，成熟很多，未来的规划跟海有关。对，我们今年就是延续去年刚刚那个蓝染的作品，我们今年的艺术共创展出在8月底，然后我们讨论沿海地区的生活，对，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节目播出后，我们刚好也正在展出，我们从新竹的南寮渔港，然后一路到海山渔港都会有作品，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认识香山。好，还有一张，而且对，即便时间很紧急，还是要问你们一定要讲出一个你们要介绍的景点，10秒，你先。我先吗？超冷门吗？超冷门。我想要讲的是，可能现在已经看不到，是盐港溪，我刚刚提的那个中爱社区，盐港溪周边，之前他们会有人去那边放牛，然后小朋友在那边骑独轮车，对，那个景象很可爱。可以讲一个看得到的海山渔港，就是我觉得来香山这边，因为海山渔港这边我们有定制渔场，然后定制渔场它的捕鱼方式也很特别，现场有模型可以看，然后他们卖鱼的现场会像鱼瀑布一样，鱼会从天而降，然后大家就会赶快抓自己要的鱼，而且因为是渔港直接产地直卖，所以
价格超亲民，现场还会有那个渔工帮你直接就去鳞去内脏等等的。那这个渔港也有很多的文化内容，很欢迎大家来。好，那帮我们拍照一下好不好？要，没有说那个鱼的鱼一定。好，非常感谢你两届来自新竹向善界讲什么？其实还有多个内容吼，其实做得扫描去查几多个资料，听说都抄得到。好，感谢你都来到聊片，好吧？还有故事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好的，接下来绕墙所有嘅乡亲朋友共下来做论坛咧。绕墙大家来到福喜来咧嘅民宿勤宅，还有天日客家天时 YouTube 拼图，还有老两个样片勤宅分享出去本大家哦。